算你今朝幾點瞓？7點啊！你7點係咩樣嘅？好精神啊！唔會嘅，咁你平時係咩樣咧？點解你7點瞓仲係好精神？打完機啊！你尋日心理測驗有咩結果？有一個話測你點樣食，都要話我會冚頭埋牆食。有冇話你幾多歲？好早啊！2050年。咁你都有成70歲。冇嘅啊！2050年你84年。我家姐有2007幾啊。哇！咁咪有90幾歲咩？點解阿全得個60幾歲？因為我會撞牆埋死。你幾廿歲人都仲會撞牆埋死？係咪俾人㧬到個牆？自己撞埋去。自殺。定係你行路唔大眼？你除佢話我同事令我出醜咗，我就冚頭埋牆。佢話同事搞到我出醜啊，我就冚頭埋牆。咁仲測咗啲咩？測咗啲咩？譬如星座啊，顏色啊。即係最有價值嘅都係冚頭埋牆食。嗯。好多謝你嘅合作。